我们利用这早上的时间来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介绍，尤其我们道场里面的人修行的常住法师或者是莲友，你应该要听清楚每一句话都要把它听进去，听到心坎里面，然后一定要能够转换自己。你看诵经不如你要了解经，要去解经；你解经不如去行经行一定要落实在你的行为上面，这个才重要。最近社会的风气非常不好，随随便便对父母不孝的啦，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不择手段的去伤害他们，这一种很恐怖的社会景象层出不穷的一再发生，我们感觉的心很冷各位，因果是通三世的。我比个例子给各位听，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佛家沙王，因为他听闻12因缘的道理，他就反复的思维，后来有所领悟，就将国事交付给他的太子，他自己就出家了。佛陀知道这个国王由于过去世的恶业的缘故，所以第二天他将被牛给处死，碰触而死亡。因此他特地到他面前为他开示法义佛家沙王在思维妙法的当下，摄心入定证阿那汉果。第二天佛家沙王果然就被一头母牛给处死了，两个碰触以后，佛家沙王就往生了。这个牛的主人因为心生恐惧就把牛给卖了。把牛卖了以后，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买主牵着牛要去喝水的时候，又被这一头牛从背后把它处死。买主的这个儿子很生气当下没办法控制他的情绪，就把牛给杀了，将这个牛肉拿到市场去卖。有一位买了这个牛头的人在回家的途中，把这个牛头就挂在这个树枝上面，坐在树下他休息了。不一会儿没有想到这个树枝就断了，牛头掉下来，牛角刚好刺中了这个人，这个人立刻命中当场就死亡了。有人就去请问佛陀了，为什么这一头牛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让3个人都丧命呢？佛陀就回答说，哎呀，你们不知道这个恶缘业报是必定有其原因的，里头有它重要的因素存在，不能只用现世所看到的来解释。这个原因是在久远之前，有3个商人在旅途当中寄宿在一位老妇人的家里，他们见到这个老妇人孤苦无依就联手抵赖这个房租还有伙食的费用。这个老妇人为此愤恨不平，非常的生气，满心的怨恨，心里面想，你们3个无赖，欺负我年老力衰现在我虽然奈何不了你们但我发誓，我来生若跟你们相遇，我一定要报复，而且要杀掉你们，我才能甘心。那个时候的老妇人就是现在的这一头牛那3个商人就是被牛所处死的这3个人所以你看这个因果有多厉害有些不信因果的人会质疑假如真的有因果，为什么有些人从来都没有做过善事，他却能够平步青云呢？有些人做了许多善事，却没有善报哎呀，他完全不知道因果是贯通3世的。你种了善因，就好比在银行里面存款我们这一世所享用的就是你以前的存款。如果你不再继续培福修福，你毫无节制的这样浪费，总有一天福报也会用完有些富贵人家不了解3世因果，以为他这一辈子的成功富贵都是
自己挣来的，是自己应得的成果。于是呢，他就任意的挥霍啊，不知道惜福修福。这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在中年的阶段，如果你浪费、奢侈、极尽了吃喝嫖赌，以及追求物质的享乐，乃至于造作恶业，有朝一日过去的福报你挥霍完了，事业就开始走下坡了，或是身体出毛病了，家庭闹纠纷了，这一类的事情在社会上屡见不鲜呢。人的一生，他的成功、失败、富贵或者贫贱，皆不是偶然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啊；欲知来世果，今生做则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成立，必定要遵循着因果法则。虽然万法是皆空，但是因果却不空啊。这一点呢，是佛很用心的一再提醒我们末法年代的众生，一定要知道因果的观念。如果你心中没有因果观念，你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你以后往生，你不知道何去何从，一定必须沉沦受苦，一直不停的堕落，这就可悲可叹了，让人家非常同情了。所以我们呢，学佛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要知道因果。今天利用这个因缘来给各位大家介绍，因果是通三世的。谢谢大家，阿弥陀佛。